怎么了？这么晚了，要不别回去了？算了，我妈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，不回去就惨了。那我换衣服送你回去。哎，不用了，你刚刚回来，早点休息吧。你家到我家，我是再熟悉不过的了，所以没问题。好吧，那你到家打电话给我。放心。嗯。拜拜。喂，你怎么了？喂，刚跟妹。她这个男朋友当的也太省心了吧？啊，易繁星，你到底在怕什么啊？你喝多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没有喝多，我根本就是个傻瓜。一开始我就不应该让你住在这里，你没家回，关我屁事啊！我跟你说，你要走你就快走，别妨碍我泡妞。喂，我还是要提醒你，简易这个人不简单，如果你要跟他交往的话，一定要长个心眼儿。叶繁星，你真的以为每个人都跟你一样啊？长着一颗七窍玲珑心是吗？我是为了你好。用不着。哼。
哎，喂，哪位？叶叔啊。啊，小韩呐，怎么这么晚来电话呀？哎，是不是并购的事情出什么问题了？没有，我跟裴总已经见过面了。他说，只要我们收购新西兰乳业的事情能够顺利的话，他就会马上跟我们阳光签署合作协议。啊，是吗？哎，那是好事啊。可现在千头万绪的，弄得我睡觉都不踏实。怎么，感觉到有压力了？嘿，我还以为什么困难到你手里都可以迎刃而解呢。我也是凡人俗胎，又不是铁打的。Sorry，我要走喽。你会想我的，对吧？接下去的日子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。虽然我说过，你的主人是个神经病，但是他还是很爱你的。还有，你要记得哦，那个柜子上面所有的东西，那些漫画书都是他的心肝宝贝，你千万不要撕坏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真的要走啊？那我送你呗。不用了，我可以的。萧寒，谢谢。等一下。
你都不问问我为什么住在傅夏家吗？我在等你告诉我。等我告诉你。你要是多注意我一下，你就不用等我告诉你，你自己就应该知道了。我承认，4月发生那样的事情，的确他比较需要关心。但是萧寒，我想问问你，你到底有多久没有注意过我了？你多久没有抱过我了？我们还是不是一对情侣啊？啊？我们回家吧。怎么了？我宣布一件事情，今天是你实习期的最后一天。鉴于傅夏在实习期表现优异，HR 部门已经正式通过他的转正申请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傅夏将成为我们 Showtime 的正式员工。哇！鉴于傅夏在实习期间表现优异，也是一名非常敬业的员工，哎，这没什么。所以龚总监决定把傅夏调到最缺人手的李宝英栏目组。什么？我们欢送傅夏。你给我来一下。你为什么把我调走？我在这里不是干得好好的吗？我都说了是龚总监的决定。李组长4月，销售报表让别人去送吧，你别去了。为什么？还有，和总经理室的对接工作以后也不用麻烦你了。为什么？说是肖总亲自吩咐下来的，你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情，得罪肖总了？你干嘛去？啊，没有啊，拿的什么东西？哪有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姐，今天有人送了一架钢琴给你，你要不要去看一看？
姐，这钢琴很贵吧？怎么那么好？有人送钢琴来给你？那你在家好好练琴，我有事情先出去了，拜拜。蓉蓉，这不是我的钱包吗？姑妈，我着急要用钱，明天就还给你，好不好？而且你也不要那么小气嘛，里面不过才500块而已。你要用钱可以告诉我呀，你干嘛要去偷呢？我没有偷啊，我只是还没来得及告诉你。你爸妈把你交给我，我就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变成一个小偷啊？小偷？你说话不要这么难听好不好？谁是小偷啊？走开，不要管我！明玉荣，我让你住家里不是欺负长辈的。妈，你看钱有没有丢？你装什么清高啊？每天不是有人送包，就是有人送钢琴的，真不知道在背后跟什么人做什么事呢。你再给我说一遍。你还真以为我乐意住在这儿啊？还不如回我的老家住窝舒服。好啊，你滚回你的老家去，走就走，滚！蓉蓉，妈。我不是说过了吗？一天没找到妹妹，我都不会答应的。妈，我跟萧寒只是想要公布一下我们的关系而已。你想打什么主意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你们一旦公开了关系，大明星叶繁星和萧总的婚事，自然就成为大众的焦点。到时候你好记着全世界的关注，来逼我答应这场婚事，对吗？伯母，你着急想要找到小女儿的心情，我能够理解。可繁星也是你女儿啊，她的幸福难道你就不管了吗？可我关心她，谁来关心我小女儿的幸福？现在我连她人在哪儿，在做什么，她是不是孤零零一个人，我都不知道。哎呀，正说着繁星的事情呢，怎么又扯到小女儿那儿去了？我看萧寒和繁星的感情这么好，他们的事情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好啊，既然你们一意孤行，那我就把你们不想公开的都帮你们公开吧。哎，老婆，老婆。我已经决定了，不论我妈做什么，我自己的幸福我自己掌握。真的决定了？但是如果我真的这样做了，我可能就什么都没有。我不会做饭，也不会做家务。你会养我吗？我会。把钢琴送给我，是想以后不再见面了吗？4月，你说都这么晚了，易容在外面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哎呀，他能出什么事儿啊？那么多狐朋狗友。这架钢琴是不是叶繁星送给你的？不管是谁送的，这么贵重的礼物，我们可不能收啊！哎呀，我也想还啊，可是我现在连还的机会都没有。建议哥，
这是你朋友吗？什么事啊？这个女孩啊，刚才跟人家吵架，把人家手机都摔坏了，又没钱赔，说自己被家里赶出来了，哭哭啼啼的让我给你打电话。简易哥，你要帮帮我。你还嫌我不够烦是不是？啊？你不想要帮我，你还来干嘛？哎，过来签字交钱，然后把人领走。又来火了啊！派出所发的寻人启事，让帮忙贴一下。好，找孩子？哎呦，这都失踪20年了，还找呢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，但是还没有结束。今天，我想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个关于我的好消息。站在我身边的这位，大家都不陌生，阳光集团执行总裁萧寒先生。事情就像你们看到的这样。其实，爱上一个人是什么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爱上一个人，就像是突然有了盔甲，又突然有了软肋。就因为他，让我变得很强大，可以跟全世界作战。也是因为他，让我愿意放下骄傲，去做自己所有之前都不愿意做的事情。繁星是我爱上的第一个，也会是最后一个女孩。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。总之，我没有办法想象没有她的未来，就像没有办法想象没有空气的世界一样。繁星，你的电话。是家里。接吧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有我在。喂，繁星啊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你妹妹找到了。什么？找到了？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。4月，你还是回来了，回到你原来的位子了。从今天起，你会开始享受新的人生。该不会连那天的事情都记起来了？小时候，你肆无忌惮地享受着妈妈的偏爱，你看我时那种自信的眼神，到现在我也永远无法忘记。4月，回来之后，把你所有错过的美好
都重新享受一遍。没关系，但是以前的那些记忆，还是请你忘了。我不想再看见你受伤。四月，怎么会这样？想也想不到，你是我的女儿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那时候，好像是姐姐带我出去的。带你去了哪里？她带你去了哪里？带我去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好像是游乐场之类的。繁星啊，爸，你回来了。来来来，你看看，你妹妹。姐姐，你还记得什么？我记得小时候玩火，不小心在腰这儿留了一个疤，后来疤块没了，我进行了3次修复。还有呢？还有，这个家很眼熟，我记得那里是楼梯，这里是厨房，还有，当然是眼熟了。自从你离开之后，这个家就没怎么变过。我真的好想你，妈妈好想你。我还记得小时候姐姐常跟我一起玩，她还带我去游乐场玩呢。繁星啊，让他们两个先聊一会儿，你跟我上来一趟，好吧？来。繁星啊，是这样的啊，今天下午呢，我们突然接到公安局的电话，说是一个小时候被拐卖的女孩子出来找父母，这情况啊，跟你的妹妹特别的吻合，所以我跟你妈妈就到公安局去了一趟，知道吧？吻合？对呀，所有都吻合。你看，年龄、血型、身世，包括小时候的名字。哎，对了，她身上也有一块疤。对，她还记得，她小时候她的妈妈也是画画的。哎，你说巧不巧啊？那他既然什么都记得，为什么现在才找父母啊？啊，他是说，他对他的身世呢也不确定，小时候在福利院长大的，也是最近才知道一些小时候的事情。我现在啊特别了解你的感受，我和你妈妈刚听说的时候也很震撼，觉得太不真实了。你妈妈一下子腿就软了，半天才站起来，你知道吧？但是，他是在哪儿丢的？住在哪儿？这些事情都搞清楚了吗？哎呀，这些事情啊，先不用问了。
以后总会知道的。反正啊，过几天还要做一个 DNA 检测的，这是必须的，对不对？爸，其实妈最近这段时间找妹妹都要找疯了。如果她愿意把这个女孩当做自己的女儿，其实检不检测也没那么重要。妈的心情对于我们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嘛。母女连心呐，这次也许是真的呢。多吃点。哎，我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，我的女儿坐在我身边吃饭。我是不是在做梦啊？哎呦，这千万不要是梦！如果是我，宁愿死了算了。我真的不可以再没有你了。这一次不是梦，你别担心了，她就是我们的小女儿。这张餐桌也很眼熟呢。这张餐桌应该是前几年才买的。啊，是啊。这张桌子的确跟之前的那个长得很像，难怪你会认错啊。也是啊。怪不得。其实我对整个小时候的记忆都已经很模糊了，不过我真的记得小时候跟姐姐在一起玩的画面。我也是啊。我长大之后，每次想你，我都会到我们一起去玩的游乐园，哭个不停。你都不知道，妈妈还有爸爸为你操了多少心，流了多少泪。你现在回来了，那就好了。其实，我还是姐姐的粉丝呢。我从来没有想过，我的偶像，大名鼎鼎的叶繁星，竟然会是我的亲生姐姐。孩子，我听说你是在福利院长大的。是啊，我听说我是从人贩子那边救出来的，可是一直找不到我的亲生父母，所以就被福利院的院长收养着。我也是上个月才听说我的身世，所以他们就让我试着找自己的父母。那福利院的院长在哪儿啊？哎，我们应该去看一看人家，他毕竟是我们女儿的救命恩人呐。是。冒充叶繁星的妹妹，你疯了！叶繁星她跟我表姐闵四月两个人好的跟亲。让他们根本就查不到你，明白吗？院长他身体不太好，长期住在医院，所以我们就别打扰他了吧。哦，这样啊。孩子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们，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？我高中毕业之后没钱念大学，所以就到处打工，也吃了很多的苦。可是，我想到，总有一天可以见到自己的爸妈，就咬着牙坚持下来了。那你住哪儿啊？一个人住吗？爸，你要把之前的问题全部都问完，要花几天、几10天，说不定都问不完。你看妹妹刚刚回来，连口饭都没吃，
要不然我们今天就问到这儿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来，吃饭啊，吃饭来。是啊，先吃饭，晚一点再聊。今天晚上你就住这儿吧。住这儿？就住在这里。你的房间我一直都留着，每一天我都让阿姨帮你打扫干净。所以今晚你留在这儿，不用害怕没东西。那些护肤品呐，还有那些日用品，可以到姐姐房间里拿过来用。可是……哎呀，老婆啊，这件事情对于我们来讲都很突然，你就别给他增加压力了，好不好？住不住这儿呢？让他自己选择啊。那我就先不麻烦你。你就先住这里吧。好，那我就先住在这儿。这才是我的乖女儿。还有啊，你等我。哎。哦，对了，女儿啊，你刚才说你因为没钱，所以没上大学，对不对啊？没关系，你要好好准备准备考试啊。爸爸一定会圆你一个大学梦。好。谈男朋友了吗？没有呢，我打工都没有时间了，哪有空谈恋爱啊？也好，反正你年轻，以后呢一边上大学一边呢享受青春啊。你也要像你姐姐一样找个好的男朋友，这样爸爸才放心呢。你又慌慌张张干什么去了？你看，这块表是你18岁的时候妈妈给你买的礼物，我打算等我见到你，就把它作为成人礼补送给你。来，你试试看能不能戴上。这个手表是名牌吧？会不会太贵重了？你的人生已经失去了太多的东西，妈妈一定给你补偿回来，让你得偿所愿。更何况只是块手表，喜不喜欢？谢谢妈。你叫我妈，孩子。明星的房间长这个样子啊，好大啊！姐姐，你竟然有这么多的闲置啊！这真的通通都可以给我吗？喜欢就拿去用。给你找了套睡衣，看你那么瘦，这个码应该可以。谢谢姐姐。姐姐，我回来，你不高兴啊？这套合适吗？应该可以吧，我等一下试试。妹妹，我记得你小时候的性格是比较活泼，现在很温婉，不太像。人是会变的嘛。再说，我现在整个人还晕着呢。那，你方便给我看一下你后面的那个伤疤吗？伤疤啊？可以啊。这里其实看不太出来了，我做了3次修复，医生说很成功。你在哪里做的？完全看不出来。我在……喂，思月，什么事啊？今天崔教授来试衣服的时候，把一条丝巾忘这儿了。你能不能明天来拿一下？哦，好的，谢谢你。今天下午的节目我看到了，真心的为繁星姐跟萧寒哥感到高兴，祝你们幸福。谢谢你。你呢？最近过得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对了，今天陆警官给我打电话了。
有什么消息吗？说是别的分局也有一家是我这样的情况，然后他们真的找到亲生父母了。找到了。我不是很清楚哎，要不我再问问。我觉得你还是耐心等待比较好。如果你太急迫的话，结果万一跟上次一样怎么办？那好吧，那我就再耐心等等吧。繁星姐晚安。晚安。姐姐，是你同事打给你的吗？选的怎么样了？今天有点晚了，我有点累了。好，那这些真的通通都可以给我吗？可以啊，只要你拿得动。真的吗？谢谢姐姐。你心情看起来很好吗？啊，今天是个值得开心的日子嘛。妹妹，如果我是你，我肯定不会把伤疤去掉的。伤疤这么丑，留着要干什么？这是你找到爸妈的唯一证据，为什么要弄掉？反正我现在没有了伤疤，还是找得到你跟爸爸妈妈。所以你之前的名字叫闵一荣。这是福利院院长帮我取的名字。我刚才听妈妈说才知道，原来我原本的名字叫做叶繁星。我觉得很神奇，从来没有想过，金光闪闪的大明星叶繁星，竟然是我原本的身份。那现在我们是同一个身份，要不然我们一起合拍一张照片吧？不要。为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今天穿的不是很好看，我们改天再拍吧。没关系，我穿的也不是很好看，拍张照片嘛。哎，等一下，姐姐，这张照片不要上传到朋友圈哦。这句话应该我跟你说吧？拍了。好了。姐姐，那你早点休息，晚安。我把这些东西都拿走。晚安。你刚刚在给叶繁星打电话？今天节目播出以后，不知道崔教授是不是又为难他了。所以，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听他声音，感觉情绪不太对，而且还挺敏感的。你好像很担心的样子哎。担心个鬼啊！他已经有萧寒了，我担心他干嘛？虽然说我心里也不大舒服，但说真的，他们俩看起来还挺般配的。是吗？我并不觉得。傅夏，既然他们俩选择公开，那就说明他们都深爱着对方。我们谁都不要去破坏他们，好吗？我像是一个自找麻烦的人吗？你怎么突然对书感兴趣了？我突然之间想关心一下现在文坛的发展。就这样，拜。家里出什么事了吗？没什么，就是一些家务事。
妈妈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呢。太好了，我就说妈妈终归还是爱女儿的嘛。锦衣哥，刚才叶繁星把我叫到他房间，问了我一大堆问题，还让我跟他合照一张照片，不知道他想要干什么。我觉得好害怕啊！我看我们是不是就这样算了？不用怕，只要崔教授喜欢你，叶繁星不敢怎么样的。也是，我看他们家大小事情好像都是崔教授一个人决定的。不过崔教授有时候蛮可怕的，他看着我的眼神让我很害怕。哎，他对叶繁星怎么样？我觉得他好像不是很喜欢叶繁星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继续讨好崔教授。没什么事的话，就别给我打电话了。好，晚安。爸，早。啊，早。昨晚睡得好吗？睡得好，从来都没有睡得这么踏实过。妹妹还有妈呢？你妹妹跟着你妈妈出去了，说是先去美容院，然后去逛街。哎，对了，还说约你一块吃中午饭呢。好，她今天心情不错。那就好。那爸，那我先去上班了。哎，去吧，到时候给你电话啊。好，爸，拜拜。拜拜。这个阶段，北尔兰队是。哎，你昨天没什么事吧？没事。那就好。你该不会从此就用这副扑克脸对我吧？哎，萧寒该不会要让你对除了他以外的男生都敬而远之吧？那也太小气了。幼稚。喂，你很闲吗？挺闲的，怎么了吗？闲？那你帮我个忙吧。如果是骗光我们家的家产，没问题。什么事这么偷偷摸摸的？啊？这个人你认识吗？以前见过吗？闵银荣啊，怎么了？你认识他？她是四月的表妹啊。哦，所以她也是四月妈妈收养的？不是，她是从外地来这里工作，然后暂住在四月家里。你认识她？那个，他就是我一个粉丝，然后说跟我有很大关系，所以拍了个照片。哎，我提醒你啊，他是个爱慕虚荣的人。如果他哪天找什么名堂跟你借钱，你可千万别借给他。喂，这件事不要告诉别人啊，我是怕对四月影响不好。我像是大嘴巴的人吗？就是啊。你才大嘴巴。
我们去吃饭吧。哦，你们先去吧，我一会儿再吃。那我们先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叶主播，等等等，樊欣姐。哎呀，这里规定不能吃哎。不能吃啊！这个 VIP 大客户叶繁星要在 VIP 导购室吃顿饭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问题。你是不知道，在高级餐厅吃饭，根本吃不饱的，只能装装样子而已。是哦，我记得我小学刚毕业，我妈第一次带我去饭馆，那个服务员呢一直站在我后面，我就感觉他在监视我，一晚上我都低着头，什么也没怎么吃。这样听起来，你妈妈很疼爱你啊？是啊，从小就这样，所以啊，我从来不觉得我比别人少了什么。除了你妈妈，你家里还有什么别的亲戚吗？我妈老家有个哥哥，特别势利眼，我小时候他还嘲讽过我呢。哎，对了，前一阵子他女儿住在我们家，然后因为偷我们家钱就被我赶出去了。偷钱？是啊，其实呢，他也挺傻的，就是见钱眼开。最近啊，不知道结交了什么朋友，就变得小偷小摸了。哎，这是巷口那家鱼丸吗？怎么感觉味道变了，没以前好吃了？啊，也许鱼丸的味道没有变，是你自己的感觉变了呢。也许吧。对啊，事情往往都是这样的。虽然鱼丸的味道是一样的，长大之后再吃的话，可能就没有那么美好了。所以啊，像那些难过的、伤心的往事，比如说父母是谁，我们怎么被遗弃的，还是忘了比较好。毕竟愿意放手，就等于愿意放开自己，不是吗？我完全同意。吃吧。哇，仪容啊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，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漂亮吗？漂亮。我是不是整个人气质都变了？对呀。你猜这衣服多少钱？一定很贵吧？超贵！我买了好多好多，都放在我的衣橱里。你看，你现在知道我这样做是为了你好吧？好是好，可是心里面特别不踏实。简一哥，我要演到什么时候啊？叶繁星他爸说要去验 DNA， 那结果一验出来，我不就被揭穿了吗？你只管尽量拖延时间就好，其他的我来解决。怎么解决啊？我自有办法了。有一对这么好的父母，真的是一件好幸福的事情哦。我最近都在想啊，如果我真的是叶家的小女儿，那该多好啊！
杰一哥，我们把包卖了，被发现了怎么办啊？哎呀，没关系的，我再给你买一个不就行了吗？买一个？买一个假的？放心吧，你现在是叶家的二小姐，根本没人敢怀疑你。走吧，带你去吃宵夜好不好？真聪明。哎，是这样的，来，你看，是这样的，对吧？好难啊！变猪小姐了，我回来了。姐姐，回来了。什么事笑得那么高兴啊？是你妹妹啊，就会逗我笑。她小时候一直是这样子的，现在还是这个样子。妈，明天我们去看电影好不好？好，你做什么妈妈都陪你啊。对不起，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妈妈现在过得很开心，我好爱你哦。我只想让这份开心能够延续的久一点，再久一点。书还你。唉，怎么这么无精打采的？哎，你说我是不是受虐狂啊？在李宝英的组，每天没有加班，没有熬夜，也没有一个像机器人一样的老板，轻轻松松的。但是我总觉得浑身不自在啊。我还不是一样啊！现在也没有人打扰我练钢琴了，我却连一首曲子都弹不好。这个叶繁星跟萧寒真的很讨厌。傅夏，我们不能再这么消沉下去了，必须振作起来，把之前那些都忘了。行，听你的，把他们俩全部都忘掉。为了庆祝这个新的开始，我们去吃夜宵吧。夜宵？这么早，陈亮啊？这是伯母要的音乐会的票，下午3点开始，挑的是最好的位子。还是你最细心，我差点忘了。我今天一整天的会，所以我只能一早给你送过来。哦，你那么忙，为什么不让我去拿啊？你，繁星是个大明星哎，你到处跑，万一被那些疯狂的粉丝给抓住了怎么办？没有什么疯狂粉丝，没这样的事。我还是会担心你。好啦，知道你对我好。好了，那我去开会了。路上小心。慢点哦。姐姐，吃早饭啦！改天再跟你说，赶紧回公司吧。那是姐夫吗？我在电视上看到了，他是阳光集团的肖总。为什么让他走了？我还没有跟他打招呼哎。吃早饭喽。妈，我在想，等一下的音乐会我还是不要去了。交响乐那种东西，我根本就听不懂。就因为你小的时候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，所以现在给你补上音乐课。交响乐其实很好听的，你不听听怎么知道？今天去试试吧。哦，那个音乐会是不是姐姐他们公司办的？如果我去的话，会不会看到她的很多同事啊？应该不会的，你姐姐今天好像有个访问，她会比较忙，不会来。是吗？好，那我准备一下。妈，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来音乐厅啊！好了，不要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
要不要喝点东西？哇，这些都是免费的吗？是的，来喝口汁吧。谢谢妈。让我看看你拍的照片。知道呢，要不然你看，去吃点东西好了。崔教授，哦，这个是乐团成员的签名 CD， 刚刚繁星姐在后台特意嘱咐我让我交给您。啊，谢谢您。我去一下厕所。哦，好好好，知道在哪儿吗？知道。闵一荣，姐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我来听音乐会啊。你来听音乐会？这段时间你干嘛去了？我怎么看你跟崔教授在一起啊？姐，一时之间我很难解释清楚这么多。总之，我最近在帮崔教授打工。姐，你也知道崔教授这个人脾气不是很好，要是我晚回去的话，他会生气的。我想音乐会应该快开始了，那我先回去了啊。闵一荣，你们两个干嘛？我正要去找你呢。你的手包怎么会在4月的手上？我刚才上厕所的时候，请这个姐姐帮我拿包包，我忘了拿。谢谢啊。快点，一会儿开始。哦。我从来都没有说不还给你们吧？哎呀，我不是不还给你们，我只不过是时间问题。我现在拿不出这么多钱来，我3天内我一定给你们。妈，经过艺术的熏陶，我顿时觉得自己也变高雅了呢。真的。对了，妈，晚上咱们是要出去吃吗？是这样的，乖女儿啊，今天晚上呢，我跟你爸爸有一个饭局，暂时不带你去了，你不会怪妈妈吧？不会，我不会介意的，你们去忙吧。真是懂事的好孩子。不是妈妈把你当外人，我将来一定会把你介绍给所有的朋友认识，但是我怕现在说出来，你会压力很大的。我不会有压力的，妈，你不要这样想，我知道你这么做都是为了我好。哎呀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该走了，你自己坐车回家。我跟姐姐说过了，晚上她陪你一起吃饭。放心吧，拜拜。好了，赶快去吧。我走了啊，拜拜。杰一哥，说话方便吧？10万块钱，3天之内你给我搞到10万块钱，要现金。干嘛自己一个人在漫画室啊？我进去看一看我小时候的画像，因为听妈说她画了很多我小时候的样子，所以我就进去看一看。那天妈不是带你去看过了吗？还看？我
我上一次看的不是很清楚，想再看仔细一点。我想看一看我小时候到底是长什么样子。小时候的样子，不是应该你自己最清楚了吗？好了，今天晚上一起吃个饭，正好你回来这么长时间了，也没有机会好好跟你聊聊天。哦，好啊，走。这酒真好喝啊！这个在外面卖要1000多块吧？我们家的东西果然都是好东西，连酒都这么讲究。请我的妹妹喝酒，当然要讲究了。谢谢姐姐。你的常识这么丰富，对酒又这么了解，不知道以前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？我以前到处打工嘛，所以对什么事情都稍微知道一点的。怎么样？这些蜡烛还喜欢吗？嗯，我记得你小的时候特别喜欢这些蜡烛。哦，其实我现在还是很喜欢蜡烛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总觉得蜡烛有一种梦幻的感觉。是啊，只可惜梦总归是要醒的吧。好了，那就祝我的好妹妹美梦永远不醒，干杯！干杯！我有点好奇，你对这个家的记忆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？这个家的结构我记得楼梯，我还记得我们2个在楼梯上面追着跑呢。哦，那你记不记得有一次，你从院子里面摔下来，摔得特别狠？我当然记得，我那次摔得很痛很痛啊。哎，对了，好像不是在院子里，在儿童乐园。啊，好像是在儿童乐园。其实是在儿童乐园还是院子，我记不太清楚了。没关系，来，这么好的红酒，再喝一杯。姐姐，你怎么不喝酒啊？干了，我告诉你。哦。因为我明天录影，我喝酒会水肿。原来是这样啊！当大明星好辛苦哦。可是我一个人喝，没意思嘛。不会啊，我不是在陪你喝吗？哦，正好趁爸爸妈妈不在，我们可以一起聊聊以前小时候的事情，聊一聊我们的记忆，不是很有意思吗？姐姐，我们不要净聊小时候，还有童年什么的，那都过去了。我们可以聊一聊未来啊。你觉得20年以后的我们会是什么样子啊？在跳广场舞哦。米一荣，你到底想扮演妹妹到什么时候？喂，思月，我今天在音乐厅看到一件事，我觉得有必要跟你说一下。说。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有一个表妹吗？
我今天看到他跟崔教授一起在音乐厅，我问他的时候，他说他在给崔教授打工。我想来想去，还是有必要提醒你一下，我表妹这个人吧，可能不太靠谱，你提醒一下崔教授，不要给他太重要的工作。谢谢你，思月。拜拜。拜拜。妈，我看你这几天咳嗽很严重，多补充一点维生素啊。来，我女儿真乖，就你懂心疼妈妈。好甜，你也吃。妈，听说姐姐的男朋友是阳光集团的萧寒，是吗？你有看哪期节目了？是啊，我看这几天的娱乐头版都是他们，姐姐和萧寒可都是大人物呢。大什么人物啊？要不是你回来，我是不会让他们这样的。妈，那有机会你请萧寒来我们家吃饭好不好？我来这个家这么久了，都还没有机会见到姐夫呢。你想认识他吗？好，你想见他，我就给他打电话。好。妈，你再多吃一点苹果。来。好。哎呦，肖总又来接女朋友下班回家？是啊。走吧。哎呦，叶繁星，你现在都不像以前的叶繁星了，一下班就只知道去享受恋爱时光。好啊，那要不要我留下来陪你好好加个班？不用，你们赶紧走啊，千万别给我打电话。我尽量帮你拖住他啊。OK， 走了，拜拜。伯母打电话让我明天到家里吃饭，是不是因为上次公开的事情？什么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他白天打电话跟我说了。那你那么忙，哪有时间去家里吃饭啊？你同意了？不管怎么样，毕竟是你的父母嘛，我不能总是避着吧。放心吧，我觉得应该没什么事的。坐吧，坐吧，都坐吧，啊！伯父伯母，很久没来探望你们了。哎呀，你看又买这么多东西，哼，只是到家里吃顿便饭嘛，别这么客气。其实这次我是特意来向二位道歉的。我在繁星的节目里面公布了我们的关系，是因为我们不想再躲躲藏藏了。伯母如果要怪的话，就怪我吧。哎，老婆，肖总都已经道歉了，别再生气了啊！哼，你们把我讲的好像很不近人情啊。其实之前我不想公开，只是怕影响到我小女儿回家的运势罢了。好了好了，既然一家人都团圆了，这一页翻过去了，翻过去了啊！你们也真是的，以后的私生活就不要暴露在几亿人的面前，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。妈，放心吧，谢谢您的体谅。是姐夫来了吗？哎，快来快来，坐这里。哎，我介绍给你认识啊，这就是你姐夫，小韩啊，这个就是我的小女儿，她现在名字叫闵一荣。这就是13的妹妹，找到了。我听人家说，多个姐夫就像多一个哥哥一样，可以多一个人疼我。我当然会像你姐姐一样疼你了，不过因为太匆忙，我也不知道，所以没带礼物给你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没关系，那不然等一下直接去商场买好了。
谢谢妈。来，吃点菜。小涵，你真的是不知道我们家蓉蓉回来的事啊？我还以为繁星一定会告诉你呢，真没想到她完全不把这当回事。不是的，妈，我是还没有找到机会说，对吧？是啊，这段时间我确实真的很忙，所以跟繁星见面的机会也很少。那可真够奇怪的。你们很少见面，怎么会有时间一起上节目？这件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两个孩子也不容易，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一直偷偷摸摸的，真辛苦。姐夫，你赶快吃啊！吃完之后，我们还要去阳光百货逛一逛呢。实在是太好了，我以前经过那个地方的时候都不敢走进去，只敢在橱窗前看一看而已。对我而言，那个地方实在是太高档了。别闹了啊！你姐夫很忙的，别老缠着他。哦，姐夫，用你的卡刷可以打几折啊？啊，不对不对，你是总裁，所以应该不用刷卡，随便拿，对吧？姐夫，我就知道能在这里遇到你。姐夫，你没有在忙啊？没有在忙的话，我们进去看看好不好？你陪我逛一逛，来来来，走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姐夫，这个爱心好可爱啊，好像很适合我，对不对？对啊。哇，只有2个爱心，啊，这个一看就适合我，你看，漂亮吗？挺漂亮的。那你帮我拍张照片，我看一下。好看吗？哇，很漂亮哎！姐夫，我好喜欢这个项链啊，你买给我好不好？记我账上吧。好的。那帮我包起来。好，谢谢。姐夫，原来你真的可以记账啊，那我就多买几条了。好啊，我先接个电话。嗯。喂，福霞，我陪繁星的妹妹逛街呢。要不这样吧，你过来，好，在商场。姐夫，你是不是有事情要忙啊？如果你要忙的话，你就去忙，没关系，别管我，我等一下可以自己回家。你确定吗？嗯，没问题的，你先去忙吧，我等一下拿完东西就走。好。总监派我来聆听一下肖大总裁对我们下一季度的策划案有何看法。你来的正好，我正要谢谢你。刚才要不是你及时打电话给我，我到现在还脱不了身呢。又是哪个小姑娘飞蛾扑火了是吧？繁星的妹妹。妹妹？从小家里失散的那个妹妹，现在说找到了，也不知道她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长大，才第1次见面就拉着我到处给她买礼物、拍照，我差点就崩溃了。失而复得的小姨子，你就哄着呗。给你看她长什么样子。你说这是叶繁星的妹妹？叶繁星跟你说的？啊？怎么了？你认识？不认识。不认识。我不是跟你说那是米一荣吗？什么米一荣？你之前一直问我米一荣的事，是不是因为她冒充你失散已久的妹妹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不要管我怎么知道。我告诉你，米一荣她爸妈我是见过的，她不会是你妹妹。我知道。你知道你干嘛不揭穿她？你说呢？这么多年了，我妈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。
他天天要我找妹妹，找妹妹，找妹妹。现在终于天上突然掉下来一个妹妹，我不管她是真是假，我是不是都已经解脱了呢？纸是包不住火的，这点道理你都不懂是吗？我没打算用纸去包火，这只是一个梦。我知道梦会醒，但是如果这个梦对于我妈来说是一个还比较美好的梦，我是不是可以让她做得长一点呀？